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依家為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嵌入式單門雪櫃嘅使用方法同埋保養注意事項。呢部雪櫃嘅冷藏室容量有171.5升，而冷凍室容量有15.5升，設有 HyperFresh 鎖濕保鮮格及極速冷卻功能。雪櫃嘅冷凍能力係每日2.7公斤，原產地係德國。打開門，位於雪櫃上方嘅係控制面板，而控制面板下方係冷凍室，用嚟儲存急凍食物及製冰嘅地方。雪櫃最下方就係鎖濕保鮮格，用嚟儲存蔬菜同水果嘅地方。高身平樽架位於門嘅最下方，而最高嘅有蓋儲存架就適合存放牛油同芝士。接住落為大家介紹控制面板嘅操作。位於最右手邊嘅係雪櫃主開關，長撳住3秒就可以開同熄咗個雪櫃。用家可以撳溫度選擇鍵，揀選一個想要嘅溫度。建議冷藏室溫度為攝氏4度，而呢個時候冷凍室則約為攝氏零下18度。當你想更快雪凍啲食物嘅時候，可以撳到去 Super Cooling 極速冷卻功能，咁雪櫃就會以最快嘅速度去雪凍啲嘢食㗎啦。HyperFresh 蔬果鎖濕保鮮格最適合存放蔬菜同水果。保鮮格設有濕度調節器，當存放蔬菜比較多嘅時候，可以將濕度調節器推去左手面；而蔬菜同水果嘅存放量都差唔多嘅話，將濕度調節器校到右手面就得。接住落嚟為大家分享返冷凍室除霜嘅步驟。1係除霜4小時之前先開啟極速冷卻功能。2將雪櫃內嘅食物安放喺安全衛生嘅儲存環境。3熄咗個雪櫃。4用一條厚嘅毛巾墊喺冷凍室底部。5將一盆熱水放入去冷凍室入面。6熱蒸汽會慢慢將霜雪溶解。7霜雪溶解晒之後將雪櫃抹乾淨。8開翻部雪櫃，再開埋極速冷卻功能。9等雪櫃完全凍晒之後，重新放返食物入去就得。最後同大家分享一啲雪櫃嘅保養同埋注意事項。1定期檢查有冇過期食物。2第一次使用時，請等雪櫃完全冷卻之後先放入食物。3請等食物完全冷卻之後先放入雪櫃，以免雪櫃溫度上升而影響到其他食材。4請使用雪櫃專用嘅清潔劑去除污漬。5雪櫃內壁可能因為冷凝作用嘅關係而出現水珠同埋霜粒，係屬於正常現象嚟。再次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